要来关心，这是用一脚徛的，会当徛偌久？日本上新的研究就发觉讲，亲像这款呛脚架用高脚徛的好处袂少，会当帮助骨头徛1分钟，那亲像是行路行50分钟的效果。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咧徛的时，会当训练到另外一边尻川皮、大腿的筋肉，也佫有徛到会当来评估讲脑敢有健康。若是我都徛超过5秒到20秒，安尼后日发生中风、失智症的几率拢会较悬。 徛好停，将脚压悬到90度，另外一边维持一只脚徛着。这个时阵，就爱伫咧鞋当中找到平衡感，将身体徛好在。莫小看这个动作，日本的研究发现，若是会当徛1分钟，就会当达到行路50分钟的效果。你发现很多时间其实你是在脚掌肌肉，你开始你发现，你看你不稳，但是除了脚掌以外呢？ 脚的两边的肌肉、前后肌肉都可以得到一个训练。伫咧用高机脚徛的过程内底，脚的经脉会变较硬、较平，唔但会当训练到脚掌，佫会当训练到大腿头前甲后壁，佫有两骨相平的经脉。日本佫有研究，互40名骨质疏松的患者，每工来做3摆，2名用高脚徛咧1分钟，最后发现有70%以上的人骨质密度拢明显来上升。国内医师解说，其实徛咧本身就会当来刺激到骨头，增加血流量。 做骨细胞会当活化，另外亲像是无法度用高脚来徛咧超过20秒，就可能代表脑部已经出现问题啊。单脚没有办法站立的话，可能暗示着你可能大脑的这个很复杂的一个功能，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。研究发现，这些人可能脑部可能有一些小血管的病变啊，或者说有一些微小的出血啦。 那或者是脑部的一些退化的一些迹象。以神经科来讲，有时阵嘛要求病人用高脚徛咧，较能平缓的状况，透过简单的训练，加行加徛，让身体更加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